是还有更优秀的班的。师助理，咱来做大声，免做大声吧。咱命官是足少人的吼，咱拄则听了咱蔡文君点的诗，甲咱准备开始的带人带心的领导艺术。以后呢，其实伫互法大家蔡长林点的诗讲课呢，其实会使讲规场咱拢无可能会拄久的即个现象，因为伊拢用这幽默的口吻，用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来甲咱做这种引导。那么当然，今日伊就是穿着礼服吼，伫有长讲的课，当然伊就是一直甲咱小办道有关系。那么伫即个过程内底，伊讲带人爱带心。其实不管是伫家庭、伫职场，还是伫公司，还是讲咱来到咱道场，拢是同款的。来伫即个领导，互法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啦，就是讲咱今日即领衫穿有好势无嘛，就咱的领开始先穿啦吼。所以讲，伫即个领导来讲，嘛是对自己是毋是甲咱领导好咱家己的心开始，才有法度领导规个团队。所以讲，伫遮，互我拢深深的感受讲，咱学遮尔济经典，学遮尔济道义，不过是要先领导好家己的心，因为咱拢是人的标杆啦，嘛是人的前面，嘛是人的护学。尤其讲咱今日阁是道场的干部人才的时阵呢，更加重要。那么伫伊护学，拄则伊咧甲咱讲的即个课程内底哦，护学上较深的体会，就是讲同理心，徛伫同款的位置，那么以同理心来互相的一个相处。拄则有讲的这个核心啦当然一个道场的核心价值都不一定会一样。像咱刚听徐凤凰讲的诗，伊嘛甲互法讲诚侪话啦嘛足亲切足随和。但是伊伫即个过程内底，伊来到遮看到咱的道场的庄严，甲咱的亲切，伊嘛足甲咱赞叹。但是有时咱去到因的道场，咱嘛甲伊足赞叹的因的干部像咱前甲咱电视师去准备的时阵，因是干部的班，所以食饭是一点仔声拢无含，我拢无啥敢讲话因为咱嘛有几个干部对电视师去我拢毋敢讲话，电吱吱食迄顿会使讲顿来毋知影食着啥物毋知影啥物滋味，只是讲因煮无几碗菜互咱食足简单的就对啦。所以伊讲，因即阵干部的班是三菜一汤所以伫遮我拢感受讲，当然干部的班是三菜一汤啦，若先到即个班的满汉全席因此嘛是互咱了解讲，即个道场的文化无一定共款，伊的核心价值无一定共款，但是咱拢要办三则大开普渡的天书。那么伫即个咱咧共办的过程内底，互我感受着讲，核心、合心，一定心要合甲变一条心。咱即个团体才有力量，敢若一个家庭共款。即个家庭的，咱翁仔某仔袂好，你讲即个家庭要幸福，非常困难。相对的，咱伫道场，咱若无甲咱的电传师、甲咱的助理，所有的干部核心，那么咱的道务嘛一定办袂好。就是讲，拢甲，比如讲，咱今日，互我是一个领导来讲，互我一定爱依着咱做组长，组长伊的徛伫组长的位置，互我要如何来甲伊共办就是免咱甲阮即个道务办好，或许一定也要站在组长的位置来做一个体悟，做一个体会讲伊即段时间是要安怎比如讲要联络一个大忏悔班来讲，其实有足侪咱的资料无健全，过程内底有话重复，话叫无招着，因为咱拢无建档，咱家己组长还是领导，真正拢疏忽去就是无建档。
啊无正当的，就有时啊，若无咱教务处抛迄资料出来，有时咱就叫着重复，因为伊入了伊嘛袂记一啦，哦，啊是伊无入伊嘛袂记一啦，哦，还好我们教务处有抛那个资料出来，咱大概去做一个核对，了后较知影讲，哦，话入过啊，话还袂入，啊搁较紧去甲伊通知。那么伫遮呢，互我感受讲，拄则伊甲咱讲讲。道就是讲咱的方寸之心是毋是合乎道？啊，就是讲咱伫领导过程内底，互法拢安尼想。其实，互法以早有要学习一个课程的时阵，阮有看到一本领导迄本册，啊，阮陈伟宇互我的吼，啊，互学吼，一本看了了，从头看到尾啊吼，都记着一句尔吼，商量才是最好的领导。哦，啊，就是讲不管你是伫家庭内底，你一定爱。夫妻之间嘛是要有商量，你才可以领导。那我们在道场也是一样，商量才是最好的领导，哦，才是最好的领导。那么伫遮咱拄则甲咱讲的吼，头脑爱清楚，哦，我感受讲，这真正头脑爱清楚最重要啦吼。啊，若讲叫咱逐日拢爱笑，有时啊吼，我感觉讲对即件代志做生气，也要安怎笑会出来？哇，迄是有一点仔困难吼。伊就讲吼，嘴巴要甜。当然，嘴巴要甜，对心道亲，嘴巴一定要甜。啊，或许是觉得说吼，咱干部爱家己会晓想啦吼，忙像咱王县长点的是常常讲，恁这个讲师吼，我逐工拢用汤互恁食吼，恁这拢变汤药病，毋知影人真真还是有影。哦，有时啊也是要鞭策啦吼，也是要鞭策。那么，因为今日讲的这个课题呢，可能咱点的是今日拄好有参与嘛吼，啊无咱点的是，而且咱浅显有人要计分享无？啊，因为我毋知影伊这讲啥久咧，讲到9点半吼，看咱浅显刚好要可以分享，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点人师给我们慈悲开示哈？在我们带人带心的领导艺术上，我们如何来做一个鞭策啊？我们大众请起立。求点是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点人师好。请坐。诸位，那我们各位同仁，以及各位处长，各处处长以及我们的副处长，各位亲爱的大家。大家晚安。晚安。我们晚上在人才教育那我们蔡人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在领导学领导学。那当然，领导学是在一个干部的一个阶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学，换句话说，就是说，这是一种外网的功夫，我们要怎么去领导一群人跟我们一起走，就非常重要。就好像我们在军中，大家都有去参与，女孩子可能没有的男孩子都有去当兵。那当兵，他们是一种的一个强压性的。一种强迫性的军中的纪律军中的规矩，所以就是一种强迫你要去做的。那我们在道场是一种自发性的，那什么叫自发性的？也就是说，我要怎么去领导你，我要怎么去带你很热意的、很热络的，让你很欢喜的跟我一起走。这个才是真正一个领导学所要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方向。那或许感觉说，或许在道场也是说不长，也是30几年了基本上30几年，里面也是不到一个30年年多左右。在整个过程之中，或许的感觉就是说，当要领导
一位被领导者，你要领导一位被领导者，这个不是，如果不是一个很默契的，如果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我们想想看，我们要凭什么去领导别人？那凭什么人就要听我们的话？我们是凭什么？如果以我们的学识，我们没有学识；如果以我们的道学，我们的道学还不够；如果以德性，可能德性我们还不够。所以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们到底要什么来做一个领导？我们就看到，比方说，在佛教界里他们还有一些所谓大法师，比如说在中海禅寺为解老和尚，德高望重，道学好，那德高望重。那在佛光山星云大师就是没有话讲的。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星云大师、慧觉老和尚、实际正言法师，我请问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他们不是商店掉下来的礼物。你们观察他们看看。第一，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领导方向，一个很智慧的一个领导方向，这第一点。第二点，他有一个很很广大的心胸，很广大的心胸，他能够去包容，他能够去接受，他能够去了解众生的这么的一个心理，所以这个见机奏教，在我们修办道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了解，因为尤其心胸大，心胸大，那我们能够去包容，能够去接受，能够去和气爱取，这个叫做和谐，这个叫做和谐。如果我们一个人在领导的过程之中，我们的主观意识太强，我们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太过于狭隘，那我们的一个比方说，我们处理事情太过于一个偏激，这个领导过程之中都是一个层层的障碍。为什么？我们需要讲一句话：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人家不知道；当你嘴巴开出来，即使你的心里都好，你讲这句话，你虽然没有心的话，人家都把你当作是什么？你讲这句话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我们的蔡讲师讲一句话，嘴巴甜一点。那什么嘴巴甜一点？所以我们尽量在修办道领导的过程之中，你要知道，你是替天行道，你替天讲话。当我们今天一天，我们的妄言、我们的绮语、我们的恶语、我们的两舌，我们讲多少？我们想想看，我们的妄语、我们的两舌、我们的绮语、我们的恶口，我们一天讲多少？那这个叫做语言不清净。那既然我们是一个领导，那既然是一个领导，我们在平常讲话的时候，稀里啦啦、稀里啦啦、稀里哈哈、稀里哈哈，完全没有庄严，完全没有所谓的一个慎重。当后学听到我们讲的话，可能后学已经在我们心里头已经把我们打分数已经打好了。以后你要跟他讲，他会尊重你这一句话吗？所以嘴巴甜一点，这个甜一点就是一种口德，也就是说我讲他爱听的话，即使他没有那么的高德性，那我们尽量能够讲一些他喜欢要听的，在后面先讲喜欢好听的话，在后面我们要真的要教育他，要再讲一些所谓的一个教育的语言，人家听得很爽，人家听得很快乐。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教育人家，一下子叫他开门见山，那一下就好像什么就口不择言，一下就出去了。第一，你就把他伤害到，你就没有转折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学讲话，就是在这里。所以尤其一个领导单位，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打拼的伙伴，我们干部的伙伴。当一个人被你考倒，或者当一个人被你影响到，就是我们道场已经损失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人才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要失去一个人才，你讲一句话常常跑掉了。所以我们想想看，领导是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一个角色，说学会讲话，学会听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当你一开口，人家听得非常的芬芳，人家听得非常的高兴。当你一开口了，就马上人家听得什么，就不感觉什么你的善意了，那肯定你要再带下去很多困难。所以或许是要讲说，我们一个领导讲话一定非常重要。第二点，张军教授讲到，你的心怎么大，你的心怎么平，你路就怎么行。你的心怎么大，你的福报要怎么大。你看这么重要，这个怎么重要？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容纳百川？我们的像一个海是能容纳百川。所以或许一直在感觉，在爱想的伙伴、爱想的同修、爱想的所有的爱就是一个大爱，想是一个祥和。我们爱想是一个祥和，每一个人是一个爱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拼度化众生的伙伴。我们每一个人要什么？手牵手。我们没有理由去排斥别人，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别人，因为缘起无好坏，好坏在人心。缘起无好坏，人家怎么讲话跟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去跟他怎么样，就跟你有关系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我们要怎么去包容？我时常讲一句话：我们道场，我的个性，或许的个性，最笨的、最没有能力的，这个或许是最关键的一个方向。这或许就是这样，好像一个妈妈，好像一个爸爸。当你生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你觉得对这个孩子是特别的用心，特别的爱他，特别爱他，特别的关心他。为什么？因为我生他，很愧疚他。这么爱想的大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教导，他的能力就是这样。我们要怎么大家来照顾？我们要来爱他。有一天，我们义和圣堂出了一个事情，以前有一个道歉，那个事情本来是要在义和圣堂，到时候义和圣堂好像，有一位点是起来了，就说义和圣堂不能住人，要把他叫他出去。或许听到这个问题，或许真的心里痛。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清修的女孩子。有一天她跑来找我，她以为我还在当秘书长，她就跑来找我，讲了一些问题。我说我现在秘书长已经退下了，她就讲了怎么这样讲了100言的100题，在跟我讲，或者听的是很心疼。这个女孩子她会清红，她会清修，是我们道场害她的。我们教人家清红，我们教人家能够清修，这是我们教人家的。那现在他爸爸家庭问题，不要给他住在家里，他住在家里他会感觉很害羞。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说，我这个女孩子没有嫁出去，在我家里照顾我，我很害羞，就把她叫她出去住外面，外面没有房要租。但是我们一个育儿商场这么大，我们的钱险不容忍她住在那里，这是什么逻辑？或许听了这句话，或许感觉心很疼，有一天或许去找上面的人，我不要讲出来，或者去找上面的人理论这个问题。所以或许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育儿圣堂，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爱想所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当一个人生命是一个平等的，没有谁比较贵，没有谁比较贱，没有谁比较聪明，没有谁比较愚痴，没有这个的。只要我们的心胸能够过大，大家在一起，无论你是怎么的聪明，你是怎么有智慧，你是怎么的愚痴，都是我们一家人。德蕾莎修女，她是一个大爱的一个修女，她能够把麻风，她能够把一些传染病人容纳到她的大姨之家，也就是垂死之家来。这个就是她心胸过大，她心胸过大，她的格局够大。我们想想看，我们的格局在哪里？我们的格局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听到我们的蔡讲师讲这一课，我们好好的深省。今天道场，我们的道场没有办法报好，问题是在后学的格局太小，后学的格局太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容纳广大的兄弟姐妹，就是问题在后学个人的一个修养不够，后学，所以后学会在整个因为整个这么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未来的目标，或许要怎么在对自己克己复礼为之，克己复礼为之人，再从我内心的深处里头去深耕这一块，也希望因我来，大家跟我来，而不是你去做。我们尽量都讲正向的，大家尽量都讲正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来讲负面的。所以这个是蔡同事今天教我们的格局教我们的格局。你心量怎么大，你的道场就会怎么大；你心量怎么大，你的福报就会怎么大；你的心怎么平，你的路就怎么平。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要拿回去用。我们不是只听听，如果我们只是听听，我们真的没有拿回去用，我们在这里听了100遍、1000遍，等都是一个零，等是一个零。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蔡讲师说我们开示，虽然他讲的还幽默，你不要把它当作笑话，句句都是真理，句句都是扣人心弦。我们真的心动，马上要行动。道场不能够办出来，道不是道不好，是我们的格局不大，是我们的格局不大，是我们的是非太多。这个是我们要真正朝这么方向去走，这是或许今天的感触了哈。当然很遗憾就是我们一些干部刚才又在讲一句话说，我们要如何把一个干部摆在一个对的地方？摆在一个对的地方就是什么？天才。摆在不对的地方叫做一个蠢才。我相信我们爱想每一个干部都摆在一个很正确对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希望很多人都讲说，都有来的听到后学的呼唤，没有来的都没有听到后学的呼唤。有的人就想说来了被骂的都来了，没有来的都没有听到被骂。这个不叫做被骂，因为这个叫呼唤，叫一种鼓励。因为或许如果不讲，当然也不行。那或许讲
有时候怕又伤害到各位，这个是一个很难拿捏取舍的啊，所以或许希望我们回去，那我们的组长，我们的连任没有来的，我们的组长，我们的连任，因为这个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个领导学。那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助理很用心的在用我们的这么的一个蔡点人师的一个领导学，要给我们的连任，要给我们的副连任，要给我们的组长，要给我们的干部来学习。但是你不出来学习，这地方过了100遍，过了1000遍，也不是等于这个道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是1天1次没有出来，还是2次没有出来，就还可以讲。那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每次在这么的一个人才干部这么重要的教育的课程之中都没有出来，那我请问，我们是摆对的地方吗？我们是真的摆对的地方吗？所以或许也感觉，也希望真正在我们爱想的干部，我们爱想的干部，真的是领导一方的道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出来，真的是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啊，一个大的遗憾。我刚才讲，再怎么教育也都是零，因为什么？他没有出来听，所以永远没有办法精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回去如果我们来了，我们没有来的，我们尽量做一个传递，也尽量鼓励我们这些干部人才有这么的一个干部的教育，我们尽量能够把它邀请出来，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所以这样我们爱想大我才能够让爱归向。所以今天傅学讲到这里，当然祝各位身心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点人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一起来对方。慢下无极老母行3鞠躬，离前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师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一起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离前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鞠躬，送架点人师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鞠躬，送架点人师鞠躬。好，大家晚安。